大家好，我係老 Sir。今日我會教7條基礎坐標例題同埋佢做數口訣嘅。第一條題目 A 派，佢問 A 派 B 派嘅坐標。A 坐標上下左右移，我哋用口訣 Y 上加下減 X 左減右加。因為 A 垂直上移6單位至 A 派，所以 Y 坐標加6，而 X 坐標冇變。至於 B 反射用口訣反 X 屬負 Y， 反 Y 屬負 X。因為 B 對 Y 軸反射，所以將 X 坐標乘負1，而 Y 坐標冇變。第一條題目 B 派，佢問平衡。首先我哋要識計斜率，口訣係斜率等於 Y 差除 X 差。如果兩線斜率一樣，兩線就平衡。注意計斜率，如果減負數要俾個括號佢。另外提大家，唔好一開始就寫 A B 斜率等於 A 派 B 派斜率喺同一行，然後下一行就代數字，因為我哋原先唔知佢哋係咪相等，要計個實數至知。如果一開始就不佢哋相等，就邏輯有錯。第二條題目 A 派，佢問旋轉同終點。旋轉用口訣 I 次逆轉，首先將點用 X 加 Y 形式輸入，再將佢括住。逆時針90度、180度、270度分別乘 I 2次、I 3次；順時針90度、180度、270度分別除 I 2次、I 3次。之後再讀點 X 加 Y I， 轉體複數或實數撳 Shift X。至於終點 M 就 A 點 B 點和除2，將 A 點 B 點 X 坐標相加除2成為新終點嘅 X 坐標，將 A 點 B 點 Y 坐標相加除2成為新終點嘅 Y 坐標。第二條題目 B 派，佢問垂直，讓兩線垂直，斜率相乘等於負1。如果你細心留意公式垂直符號、乘號同負1嘅寫法，大家都係好類似。再留意平衡符號同等號，都係好類似，只不過係旋轉咗咁解。一個極坐標 R theta 如何定義角 theta？ 由正 X 軸逆時針轉角度 theta。如何定義長度 R？R 係圓形半徑長度。第三條題目 A 派，佢問直角三角形，因為判斷直角，所以計夾角。當中最容易計嘅夾角係角 POQ，所以用兩點 P 及 Q 嘅角計夾角，大減細得出90度，所以三角形 OPQ 係直角三角形。第三條題目 B 派，佢問周界，因為根據點 P，OP 長度係 K，根據點 Q，OQ 長度係24，另外 PQ 係直角對邊，所以用不設定理，再配合斜減高加，比斜邊要用減。K 等於開方根25二次減24二次，計到7，最後周界係3邊7、24、25嘅總和56。第四條題目 A 派，佢問共線，正常正共線係3點求其揀兩點計斜率，再喺3點求其揀另一組兩點計斜率，若兩斜率一樣就係共線，但今次冇俾直角坐標，所以計3點嘅夾角，因為計到夾角 AOC 係180度，所以 AOC 係共線。另外注意一點係圖前先計夾，畫圖前先計出夾角。第四條題目 B 派，佢問面積，直角三角形用底乘高除2，因為夾角 AOB 係90度，所以 OB 係三角形 AOC 嘅高，所以面積係底 AC 13加15，再乘以高 OB 14，再除以2，計到196。第五條題目 A 派，佢問角 AOB， 用 AB 兩點嘅角計夾角就得。第五條題目 B 派，佢問三角形 AOB 嘅周界，因為 OAOB 長度係12，即係等腰，再加上夾角係60度，所以佢係等邊三角形，周界係12乘3等於36。第五條題目 C 派，佢問三角形 AOB 嘅旋轉對稱係直式數目，因為三角形 AOB 係等邊三角形，所以直式數目係邊嘅數目。第六條題目 A 派，畫圖標記點 A 及點 B， 標記 L 反射對稱軸，由圖觀察 L 為角 AOB 嘅角平分線。第六條題目 B 派，計夾角用角平分，因為 OA 對 OB， 所以佢係等腰三角形，加高見直角，用 sin cos tangent 計出極坐標長度。第七條題目我就係講 B 派，P 與 A 派及 B 派等佢，即係 PA 派同 PB 派，用距離公式兩次，再配合速算技術，坐標乘負2，混合角2次就計到。